穿黑衣服的衣服呢？他唱扬这些。几点钟？我的相机运动相机是8.07伏开始拍的。这个是谁？沙漠。猪吗？那化妆的就出来了。就是要睡啊那种动作。看那个。
蛋包子是谁啊？小罗吗？感觉八堂我们谈了。上面进小朋友了有没有问题啊？没有，没有个区别。我看那个YouTube它也是不允许有小朋友的嘛，画面里面。单独的就不行，单独就不行，单独就不行，他不让你留言，不让你发表言论。他直接把你评论就给你关了。这个。对。我要说是只要有小朋友就不行。没有那个没有限制。这首歌就是舀水啊，就是日常的农作，就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动作加进去了。今晚上应该不会断一次，我觉得。感觉今天八头母好像要瘦了一点点哦，他因为穿的黑色的衣服，感觉个子也矮了一点呢，感觉矮了一点了。这差不多还是这样子。他穿的衣服穿黑色的，感觉显瘦一点。确诊也是黑色的嘛，确诊高一点点的哦，他穿的高跟鞋。这个是方块的舞蹈，这个好像是以前跟一个歌手给左手唱不上单独写的。这个曲子还算比较老吧，将近2年了，2年。翻录的舞蹈。就过一点长，将近4分钟左右。它现在只有一个音箱，它朝那个方向，收音的效果，但是我们这个专业的收音效果还是可以。手机的收音的肯定，我在音箱的背面肯定效果不怎么好。戴帽子小罗，旁边是杨秀儿，哎，是杨秀儿。对，李唐走马，那今天晚上拥挤没来呢？第3个抖音号叫傻瓜，那次我们去雅安查他也去了，他唱歌唱得好。他住在双南，其实也不远哦，就是在红牌楼旁边嘛，2-3公里。那后面还第2排戴帽子是谁啊？后面第2排戴帽子那个我不知道是谁。
在薯皮也没有卡过，成品也没卡。现在竖屏直播呢不推了，不推荐了。现在只是我竖屏直播的话，它保存下来啊，保存到本机嘛。它抖音里面2-3分钟一个片段，比较方便记录。小罗登兹，什么情况嘛？没有啊。12月3号，1月3号，1月3号嘛，几号？是跟小罗的生日的嘛？观察一下吧。感觉黑不溜秋的这天晚上，灯光不好吗？黑帐篷的乐队的。它这个光线，这边这戴帽子是曲圈吗？哎，就是曲圈。服装博览啊，服装，这个是服装舞会嘛？8场温博来的比较少，这个是我不知道来的多不多。我只能说我们将排单3天一次，有可能每天都来了。
西藏国度上跳起来了。跳的是这个。跳舞要从娃娃抓起，小娃娃抓起。这个时间比较长，7分多钟。
阴着要过了年之后才来哟，明年去了。哎，现在只有玲玲没来了，扎西曲真也没来。叽里咕噜都说啥嘞？听不懂。大小，大小，大豆。扩胸运动。
你刚才说等于零，它太小了，我不晓得。太小了，应该说没用。你要把它吓到，这更小，它1岁多2岁。要把它扳到小二胎，太小了。刚刚会走路就会跳舞，你把它抱到嘛，把它抱到跳，太危险了。他不注意就要碰了它呀。突然想不起来了，反正
也算新的嘛。属羊的母女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一下想不起来了。当然不嘛，这个洛克锅庄。长浦羊。大溪穴、长浦羊还有什么？反正有4首，总共是11分钟。这是其中一段1/4。发发睡着了。穿裤子。这首歌，罗破锅庄里面的4首歌之一的《扎西穴》，还有个止歌，还有个长浦羊，还有一首歌嘛，就是4首。它是那个鲁
陆河县的那个，就像那个金川国中一样。他们这个团队有写新歌，但是新歌的话不出名。我跟他们那个说了，我说他给我发了一些新的歌曲，但是我看了没不好听了，我觉得。為啥會卡到呢？这个运动相机这个不行啊，全部是光都走完了，我靠，全部是光晕。都会跳啊，看看。
距离那儿太开了，后面大部队在后面，呵呵，前面一片稀稀拉拉的。几点钟？还有7点钟，还有56，还有几分钟9点。跳新歌，我看我这个运动相机不行了，拍的那个业绩没有 DJI X4这个，这个完全灯光全部走完了，人都看不到什么，157度太广了，之前是155度左右，这个屏幕上全部是光，那个炫光那些。不行，全是炫光，哎。这个怎么看？我靠，全部是炫光。
小罗的笑声。新歌。乌克兰的朋友，挪威的，hello，我给你发一个。对们，这薯片可以，今天没有。大手的啊，大手。休息喽！他们还要跳新闻，太好了，我把衣服给穿上。还有不来？你都不能，我把穿上晚上睡叫那个点儿。也来了，也没穿，这没人改天穿。怕了吧？长长我的嘛，没长长，剪了的嘛，剪了。二剪哟。这个修剪了噻，剪短了一点点。
现在几点？哎呀哎呦，太容易了，哎呦！谢谢。漂亮。不要了。来，我给球队里面找一个。我先找吧，你先找。你先找。便宜好。对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杨旭。来，阿妹，来给我找一个。 9点钟。你不把它放下来跑一下？我暂时不弄，我拿来再来跑来追，拿来追他。拍拍照噻，啊，拍照噻。